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今日我哋嚟了解一下哥倫比亞其中一位最有影響力嘅健身女神 Osiris Martinez。佢而家大約36歲，係一位健身教練，同時熱愛健康生活方式嘅運動員，靠住自己嘅活力同親切感喺全球吸引咗唔少粉絲。Osiris 喺1985年出生喺巴蘭基亞，自從佢開始喺社交媒體上分享佢嘅訓練日常、均衡飲食同健康生活小貼士之後，就變成咗一位網上榜樣。佢啲內容鼓勵咗成千上萬人開始重視身心健康，改變生活習慣，變得更加積極。佢大約喺2014年展開佢嘅網上旅程，開始上載訓練影片同相片。由嗰時開始，佢喺各大平台嘅人氣就不斷上升。而家單係 Instagram， 佢就已經有差唔多60萬至70萬嘅追蹤者。靠住呢份成功，佢仲同多個知名品牌合作，包括美國嘅能量飲品公司 Bang Energy。Osiris 嘅訓練風格強度十足，極具挑戰性。你一睇就知道，佢為咗維持一副強壯又線條分明嘅身形，每一塊肌肉都係靠長期有紀律嘅訓練同高度集中精神練出嚟。佢而家嘅成果全部都係多年努力同堅持換返嚟嘅。除咗健身之外，Osiris 仲好鍾意時裝、攝影同旅遊。佢成日都尋找新嘅體驗，會將自己嘅冒險旅程分享到網上，話俾大家知，其實要將健康、時尚同開心結合喺一齊，完全唔係夢。咁你又點睇 Osiris 呢？覺得佢點啊？記住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，鍾意嘅話俾個 like， 再訂閱我哋個頻道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更多類似嘅精彩內容啦。我哋下次見。